继续关心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，各地气温小可回转来。不过明仔载有一波冷空气入南，而且这个强度真强，洋洋要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，全台湾拢会感受到凉冷。讲拜三会落降到10度以下，真有可能是入冬以来上冷的一天。局部地区甚至会降到8度。若是水汽甲低温的条件充足，明仔载开始，北部甲中部的高山拢有机会搁来落雪。骑车出门小可凉冷，不过围巾、碰鞋帽啊，拢收起来，是因为今仔日上班日气温有较回升，不过明仔载开始，唔若爱穿好少，爱过会记炸雨伞。北边的大陆高压开始南下，而连带的冷空气也从明天开始影响到我们，所以明天白天气温就会逐渐的下降，那越晚会越冷。随着华南云雨系东移呢，台湾附近的水汽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也会逐渐的增加。为了逼近强烈的大陆冷气团，为明仔暗开始到拜三规工，北部甲东部温度直接接近10度，有的所在剩8度，中部甲南部较有感觉，温度上低嘛只有12度。较悬的山有可能会落雪。今天晚上到明天星期三这段期间呢，随着气温降低，然后水汽有通过的时候，可能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那另外在北部可能是2500公尺左右的高山，如果温度跟水汽有配合的话，是有一些下雪的几率的。拜三日时到拜六透早，强烈冷气团有小可减弱，天气就变大冷，西部就会变好天。东部可能有一寡南山雨提前向亲，有日头的时可能袂遐冷，不过暗时因为强烈辐射冷却影响，日夜温差较大，真正穿好少，唔通去感到。